喺石岐同埋東區嘅交匯處喜灣道旁，呢一套 loft 式公寓43方，只需要30幾萬嘅總價就可以攞低，係總價30幾萬喎，而且層高有4米半。佢而家嘅設計咧係做咗2間房嘅，如果你話唔夠住嘅，呢度到時候封埋佢都仲可以做3間房，而且冇任何嘅壓迫感。對面呢個項目咧，而家嘅單價都去到16700，最平嗰套住宅都要去到200萬嘅。咁呢度呢個產品咧，我覺得比較適合唔需要書包嘅朋友仔30幾萬擁有自己溫馨嘅小窩，而且手頭上仲可以攞住少少現金流嚟抗風險，係咪非常之舒服呢？咁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即刻展示下佢嘅戶型到底係有幾實用。Let's go！各位朋友仔，睇完呢個戶型係咪覺得十分之溫馨嘅？咁唔單單個戶型比較好喎，而且呢度嘅 supermarket 咧都集中喺隔離嘅，隔離有假日廣場同埋金鷹廣場，以及有特色嘅美食街。咁一落到樓下咧就一應俱全嘅。至於搭車方面咧，我哋一落到樓下咧，亦都係有香港嘅直通巴士站，可以直接到福田口岸同埋深圳灣口岸嘅，所以呢度咧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咁如果對於呢一套總價只需要30幾萬就可以擁有自己溫馨嘅家，可以聯繫我明哥仔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